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汕頭市中山紀念亭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黃水洞龍禧水扭日形章，傳統福州東門派嘅雕工。呢個雕工屬於圓雕類嘅作品，經典嘅主題，優秀嘅龍禧水扭章，龍扭開斂霸氣，海浪上身姿翻騰滾動，龍身扭態靈動，佈局嚴謹，尺寸距離合法度。作品尺寸距離掌握絲毫不差，遠看呢似有靈性咁栩栩如生，輪格片片，張口吐水，水浪開絲，工雕交代得十足嘅。作品以龍之身軀呢喺尺寸之上呢扭動作為賣點，龍身 S 嘅身形盤轉穿滾，身姿依然矯健如絲，盡顯呢雕刻嘅功力。龍軀抬升凌空翻滾，騰出個空間故中穿插，軀體自然有力，唔牽強，留下一定空間牽繩之用。觀之整體霸猛，懂看雕工嘅藏家就會明白高低嘅作品分別。呢類雕刻嘅風格，龍扭鑑賞要看功夫，要看龍體嘅婉轉靈動否。坊間比較少見，耗財耗時花心神，一般嘅雕師不願為之。優品不許平凡，要有能工美琢，才可稱之為名器。作品已經值回票價，功力一覽無遺嘅。呢件作品相信能夠陪伴壯志縱橫者度過每個夕夜同埋驕陽。